大佬部電話可唔可以細聲少少？我而家好細聲喎，好細聲。此外，水獭的好奇心也很重，他们喜欢探索周围的一切，而石头就是他们最容易放肆的途径。喂，你做乜嘢啊？我做咗同你同一樣嘢咯。我睇先㗎嘛，你拎多部出嚟，係咪你唔啱咩？黐線嘅，邊條法例啊？我唔啱真係。作为鼬科家族里比较独特的一种哺乳动物，小时候的水獭宝宝非常可爱，再加上一双鬼迷日眼的小眼睛，简直要把人都给萌化掉了。从小养大的水獭会非常。我都係咁講嘅，你中就唔出聲咩？你知唔知你喺度計咗都犯法嘅啫？其實喺度話你老母！咩？我唔係好大聲，我有權聽歌。我成車人都話你，你真係你唔好咁厚面皮啦，唔好影衰晒中國人得唔得啊你？咩遠西？你先遠西。有打就夠膽喐，打落嚟啊！港鐵觀塘線車廂入面有惡男用電話大聲聽微信錄音，騷擾全車。有大媽忍無可忍，勸惡男細聲啲。惡男竟然發爛渣，用粗口責罵大媽，仲揮拳作狀攻擊。夠膽喐我，你就唔使知我即刻發瘋咯！根據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，公共巴士、公共小巴或的士乘客均不得喺車廂入邊使用或操作任何嘈吵嘅器具、樂器或任何留聲機、收音機或錄音機，而滋擾到任何其他人，喺冇合理辯解下，即屬違法。一經定罪，可被判罰款3000蚊及監禁6個月。